来看批号的海产敢遮尔啊贵，4项菜竟然都要8000块。有3个小姐小酒到批号佚佗，到一间卖海产的餐厅来点这个龙虾、炒一马、海胆甲这个硬菜。 计绍的时阵，差一点就来昏倒，竟然要8000外块。原来啊，这项差一马都要2400外块，啊，那这个龙虾搁较贵，要5200外块。所以乡亲啊，若到海产餐厅食饭，一定要先甲介绍问好清楚哦，才袂食咧掠咧对心肝。 来到平湖这间海产餐厅的门口口，做者真鲜的鱼虾，拢伫透明的鱼肚仔内底。想要食啥物，现捞现煮。但是有民众来遮消费的时阵，点龙虾、炒一马，还佫有乌泥2粒硬菜，算算的竟然要8000外块。点菜是3个查某囡仔，听到介绍怎硬气，因去伫网络顶悬问讲，安尼介绍够合理？咱实际来到店面，拄好拄到打食了行出来的消费者，因的反应是讲，确实是有淡薄仔贵。 在台湾吃应该2、3千就可以搞定。他这边刚刚收费多少？4980。但是问店头家嘛真无奈，伊讲阮拢有甲讲介绍啊，无骗人呢。我价钱他知道，但是他吃完以后他觉得付钱时候觉得贵。这款的纠纷其实嘛不是第一摆发生，所以你若是去佚佗，还是讲去海产餐厅点菜，有一耍美角要特别注意，亲像讲人是算两，毋是算一只，所以莫混唔着。啊，佮有袂少鱼货、青菜拢是限时的介绍，所以。 若是选着时大出的，才有可能会较俗。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讲，点菜了后，含头家先确定一下，感觉介绍合理，才请头家料理，才袂有这款的纠纷出现，互欢欢喜喜佚佗的代志变甲面凹面臭。